随玉没来。随玉认识。暑假的时候和他一起打过球，他体力好像不怎么样，球打得也不怎么好，但是食量特别大。我跟他打完球去吃排骨饭，他一口气吃了3个人的份。咱们一班的同学大多都是从初中部一块升学上来的，所以彼此之间应该非常熟悉了。但是呢，也有2位同学是从外校来到玉贤的，请夏长安、陈浩轩起立，让大家认识一下。夏长安同学之前在国外待了一段时间，这学期才回国上高中，大家要多帮助他适应环境。陈浩轩同学呢，从初中开始数学成绩就非常优异，所以老师决定派他代表玉贤高中参加奥林匹克数学竞赛。你之后可以不用去上体育课，多花些时间做题、做准备。真可怜呐，体育课不能上，多郁闷啊！大家给陈浩轩同学鼓励鼓励。好了，今天是第1堂课，大家可以轻松一点。陈教授，哎，他是不是醒了？你是不是眼花了呀？还没到我们设置的启动时间呢。陈教授，你快过来！这，